唔迎合大眾市場去做厚重且重口味嘅沙茶湯，呢點咧我好中意。呢餐兩個人總消費107。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石崗莊園 Feel。又嚟荔灣剪頭髮啦，恰逢咧附近就有一間大佬上市嘅中式糖水店梁亞珍糖水鋪，位置咧其實就喺嗰間我之前食過嘅街邊拉麵店附近。我揀咗咧糖水界嘅蛋炒飯，最簡單都係最困難嘅陳皮紅豆沙。仲未食，齋睇呢個起沙嘅狀態咧，我就知道好穩陣啦。細沙般嘅質感喺舌腹上面滑過，冰冰涼涼，甜度咧唔會太高，仲保留咗部分嘅渣，豐富咗口感，而且入邊咧仲有少量果皮，食到嗰陣咧會增添一份提神嘅清新。食完之後咧，條脷會經歷一小段發酸嘅階段。呢個咧係食咗白砂糖糖水之後咧嘅必經階段，畢竟咧先10蚊一碗啫，呢一點咧瑕不掩瑜㗎。整體嚟講都幾唔錯，整潔厚重嘅餐具咧都好加分。突然間諗起閉店一段時間嘅輝哥沙茶麵，好似咧揾到新鋪啦，果斷咧去試試佢。新店比舊店細啲，但感覺咧更加舒服，燈光光猛咗唔少。掃視一圈之後咧，我發現呢個咧應該係一間咧直接頂手嘅鋪頭嚟㗎，只係咧簡單咁改咗下菜單同埋燈箱海報。循例咧必須嚟返一份自選嘅加料沙茶麵，呢個概念咧其實有啲似車仔麵，自選湯底同主食之後咧，鍾意食咩食材就喺入邊加啦。湯底咧都仲係熟悉嘅感覺，唔係嗰種咧刻意加咗好多花生醬或者沙茶醬嚟營造出濃厚質感嘅湯底。佢咧更為純粹，係有蝦頭油嘅鮮味，帶啲微辣，花生醬比例咧唔會太高，唔會過於厚重，仲係咧我中意嘅清爽嘅沙茶湯底，適當加返啲蒜蓉，食起身咧會更加有滋有味啊！星子仲係記憶中嘅呢一種個頭比較大嘅老勝，肉咧都相當飽滿，而且都有住唔錯嘅鮮味㗎。必須咧手動去除外圈黑線，如果唔係食嗰陣咧會有類似食到沙潤嘅口感。魷魚鮮度咧幾唔錯㗎，口感爽脆，仲自帶少少海鮮蛋白質嘅甜味。蠔仔就差啲意思啦，今次嘅個頭咧細得有啲可憐啦。今次嘅驚喜咧係牛展俾㗎，但具體係幾多錢咧我唔記得問啦。牛展嘅份量咧都幾多，老製得咧相當入味，感覺買啲嚟送下酒咧都係極好嘅選擇。麵咧好似換咗㗎，今次煮出嚟嘅鹼味咧弱咗唔少，因此咧湯底狀態咧都仲係比較薄㗎，冇咗以前嗰種輕輕厚少少可以掛喺面上嘅感覺。睇下過往嘅狀態，大家咧就應該明白我講嘅係乜啦。呢餐兩個人總消費107。而家講句唔迎合大眾市場去做厚重且重口味嘅沙茶湯，呢點咧我好中意，但咧亦都因此註定咗呢個咧係一條唔容易堅持嘅道路啊。不論係環境定係味道，新店整體咧感覺比以前嘅要好。希望咧佢今次可以做大做強啦，下次再嚟咧我要試試老闆從舊店就開始同我推薦過好幾次嘅鍋飯啦，睇下究竟咧係點樣一回事。自費自願嘅 Feel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